索比最初係土耳其一個默默無聞嘅屠夫，後來一躍成為世界上最知名嘅網絡名人之一。呢一切都源於佢獨特嘅牛排撒鹽方式。但佢如流星咁迅速嘅崛起，亦如同佢驚人嘅隕落一般令人震驚。佢嘅自負、高價餐廳同不合時宜嘅行為，令佢成為社交媒體上最令人憎恨嘅人物之一。係呢個係最好嘅咩？不嘛，我會推薦佢咩？不嘛，我要話俾你聽件事啊！如果你真係要去呢間餐廳，好啦，而且你要入去，你去嗰度係為咗你係引人注目。魯斯雷特哥克切更為人熟知嘅名字係鹽灣。1983年出生於土耳其嘅一個小村莊，佢家境貧寒，6年級就退學去當屠夫學徒。多年嚟喺默默耕耘，學習手藝，同時夢想住更大嘅未來。2010年，佢喺伊斯坦堡開咗第一間餐廳，叫 Nusret。嗰間只係一間好普通嘅牛排館，佢嘅特別，但 Nusret 有大志向，佢唔只係想賣食物，佢想帶俾人一種體驗。然後嚟到2017年1月7號呢一日，改變咗一切。Nusret 喺 Instagram 上載咗一條36秒嘅片，係佢自己準備奧斯曼牛排。條片入邊有冇戲劇性嘅切肉手法、型格嘅擺 pose， 最令人難忘嘅，梗係佢撒鹽嘅獨特方式。成個網絡都嚟咗，條片幾日之內就有幾百萬點擊。突然之間，人人都喺度講 Salt Bae 呢個戴住太陽眼鏡、撒鹽手法，超吸引咗神秘土耳其廚師。好多名人都開始湧去咗間餐廳。Leonardo DiCaprio、DJ Khaled 同埋唔計其數嘅一線明星都上載咗自己嘅 Salt Bae 手下食牛排嘅相。Nusret 乘住自己爆紅嘅勢，開始大舉擴展。佢嘅杜拜、邁阿密、紐約、倫敦同世界各大城市都開咗 Nusret 分店。每次新店開張都好似大型盛事咁，名人同 KOL 都排隊上佢嘅餐廳出現。價錢貴到離譜。一塊包住金箔嘅牛排可以賣過千蚊美金，就連最基本嘅嘢都加價加到嘢，但係大家都肯俾錢，因為佢哋唔只係買食物，仲係買親身俾呢位爆紅網紅招呼嘅體驗。Nusret 身家直線飆升，佢由一個捱緊嘅屠夫變成擁有全球餐飲王國嘅千萬富翁。佢買咗豪車、貴表，過住明星大廚嘅生活。但係成功令 Nusret 變得自大，佢開始信晒自己嘅名氣。行為越嚟越似明星多過廚師，佢哋餐廳變咗唔再重視食物，反而淨係玩花神。客人開始察覺到，好多評論都話你食物質素好差。雖然收天價，但係好多餐廳都只係整咗普通牛排，成日煮過火或者冇味。唯一重要嘅就係佢擺盤夠晒 IGable。轉捩點就喺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嗰陣開始，阿根廷贏咗決賽之後。Nusret 唔知點樣走咗入球場參與慶祝，佢好積極咁追住美斯，想同佢影相搶鏡，搞到球員都冇心機慶祝呢個歷史性勝利。美斯明顯好唔自在，想避開嘅，但 Nusret 仲係死纏爛打。個片段因為呢啲負面原因而爆紅，大家都冇爆，覺得一個無啦啦嘅餐廳老闆竟然硬要插手足球史上嘅重要嘅時刻。FIFA 都要查下究竟佢點解可以入到球場。反彈插得又快又勁，社交媒體一片鬧聲，話佢搶鏡冇禮貌丟架。網民仲整咗好多 memes 恥笑毛死，都要吸引美斯注意，搞到個聲譽大受打擊。世界盃風波越搞越大，食評人同顧客都開始分享咗佢哋 Nusret 餐廳嘅真實體驗，咁評價可以話係災難級。顧客投訴話食物貴到離譜又一般，服務又差，收咗貴都唔值。仲有喺餐廳淨係顧住嘅 IG 打卡位，唔理真正嘅用餐體驗，佢員工都好似淨係想拍片爆紅，唔係專心整好食嘅。負面新聞開始影響咗生意，佢有幾間餐廳開始頂唔順，有啲分店甚至傳出執笠或者縮短營業時間，新鮮感已經藍晒。而家嘅人都唔再願意為咗見個網絡紅人而俾高價食咗麻麻咗佢哋。佢以前最強嘅社交媒體影響力，依家反而變咗佢哋負累。每一個 post 都俾人洗版，鬧嘅行為、鬧嘅收費、鬧嘅自大。呢個靠網絡爆紅起家嘅人，依家都因為佢負面新聞而再度爆紅，不過原因就完全唔同。今日 Salt Bae 嘅王國已經同以前睇得比，得翻個影。雖然佢仲有開幾間餐廳，但熱潮基本上已經過晒。
佢喺社交媒體 post， 而家得返以前一小部分人理，大部分留言都係負面嘅。佢變咗一個警世故事，話俾人知網絡紅人可以幾快消失，特別係當你嘅真材實料嘅時候。佢嘅故事就係話，你知如果有人將爆紅當成真本事，又俾成功沖昏頭，會有咩下場？呢個以前有明星排隊去咗餐廳食嘢嘅人，而家反而變咗人哋笑話嘅主角，就係嗰個嘅世界盃出醜，仲要收1000蚊賣普通牛扒嘅叫火。